Hello，如果我同你講呢個17伙嘅住宅發展項目，1年前我第一次嚟睇嘅時候，都仲係一塊爛地，你信唔信呢？更加令我意外嘅係，發展商同我講，依家賣樓已經比以前難咗好多。以前可能3到4個買家睇樓就可以成交一間，依家可能大話要睇12、13次先賣出一間。咁今日我就帶大家睇下呢個位於大曼城區嘅真實發展項目。今日咧我就嚟睇一個朋友嘅開發項目，呢度總共19間屋嘅。咁你見到其實都差唔多陸續完成啦。咁佢都喺度放賣緊，有幾間已經賣出咗啦。咁啊，俾大家睇下喺英國做一個中小型嘅發展商係到底點樣啦。呢度咧就位於M29曼城區嚟嘅。咁當其時佢買呢塊地啦，咁有個少少 background 啦，都好吸引啊！就係賣咗500K，就係前面咧你見到有一間屋咧，就係嗰個業主嘅，但係佢後面咧呢度有咁大塊地，咁呢度有大部分咧都係4房嘅屋啦，有啲排屋就係3房嘅，咁排屋咧仲會有一個 balcony 啊、basement 啊，大概係1200尺，咁所以實用面積咧都比一啲較大型嘅開發商咧就會比較實用同埋大嘅。咁其實我上年都已經過嚟呢個 size 噶啦，當其時係可能做緊一啲foundation 咁嘅嘢，咁依家係差唔多80%到啦，有啲已經係做好晒噶啦。其中有啲係3層噶啦，你見到有啲就矮啲嘅，可能就係3房嚟嘅。其實我認識呢位發展商都已經一段時間。上年9月第一次嚟呢個地盤，當時成個項目都係啱啱開始。今次佢邀請我再返嚟睇進度，某程度上都想大家交流下而家個市場到底係點。因為而家新樓銷售嘅速度已經比以前慢咗好多。咁講返啦，佢最初買返嚟呢度只係一間普通嘅獨立屋。咁呢個業主呢，因為佢後面有一塊咁大嘅地，差唔多成2個 acre。後來因為自己嘅財政原因啦，都想好急出售。咁發展商就係透過佢嘅人脈關係接觸到呢個機會。唔需要喺 Rightmove 度同人哋爭餐懵，而喺真正嘅 off market 成交，先可以促成到佢可以以500K 買咗一間屋之餘，仲連埋一塊咁嘅地。咁所以好多人以為做物業開發最重要係識得起樓，但其實最重要係買入價，因為做開發商，只要你買錯咗個價，之後做得幾好，你都係分分鐘會蝕錢。今次個項目最值錢嘅地方，就正係佢可以以咁低廉嘅價錢，又成功攞到個 planning permission， 起到咁多間屋。咁好多人以為英國開發商呢實賺好多錢啦，但如果你參觀完呢個項目之後呢，我就會發現現實可能同大家想象好唔同。做物業開發，尤其是你係中小型嘅開發商，其實係一門高風險嘅生意。無論從規劃、建築成本、融資成本、市場氣氛，全部都會影響最終個結果。大家都知道喺英國要申請規劃許可係一個好長時間嘅抗爭，少則3-4個月，內則可能1到2年。然後就係建築成本。其實從 Covid 之後，我自己深有體會，做一個小型嘅改裝加建，我嘅物料成本一下就升咗到3-4成。咁再仲有就係融資成本，過往嘅低息環境造就其實好多比較差嘅項目，你都可以賺到錢。
但係依家你係要計到條數好盡，先攞得嗰可能15%到20% 嘅 margin，中間仲要確定唔可以有咩差池，唔可以有咩出錯。最重要就係市場氣氛，好似佢咁樣，以前輕輕鬆鬆揾個 agent 幫佢帶客睇樓，講緊3台客就買一間屋，依家足足成13台客先賣得出一間屋。市場嘅信心各樣嘢，令到佢嘅 exit 都會搞到亂晒。由原先可能覺得今年就可以套晒嚿錢開下一個 project，到依家可能仲要借貸成本各樣嘢，都唔知道最嬲尾埋單到底可以賺得有幾多。所以好景嘅時候呢，所以有嘢都好似好容易咁樣，但當個市場逆境嘅時候呢，即使係一個已經接近完成嘅項目，都有可能面對巨大嘅資金壓力，晚晚瞓唔着覺。所以我而家成日講，無論你喺英國做投資定做生意，重點未必係你最高峰賺幾多，而係當環境轉差嘅時候，你仲能唔能夠生存捱落去。咁我而家都一直自己買樓啊，翻新裝修，再加建啊，做 remortgage 啊，再做 service accommodation 啊，其實已經係好複雜嘅一件事。自己做得越耐，見得越多發展商同其他物業投資者，先會發現其實做物業投資係一個好深奧嘅世界。以前由最簡單嘅 buy to let 到簡單裝修，到小型嘅 HMO 商鋪改住宅之後，好似呢啲發展商咁樣買地起樓等等各樣操作，其實風險都係幾何級咁上升。同埋我明白到一樣嘢就係，就算做到10幾年成功嘅小型開發商，只要1、2單嘅項目出錯，佢嘅所有積落嚟嘅財富甚至乎資產都可以一夜清空。所以係帶畀我一個好大嘅警示，就係一定要好清楚自己做嘅嘢有冇兩手準備。好似如果呢個開發商咁樣，一時之間冇買家，會唔會有第二個 exit plan？ 譬如租畀啲 HA 做住 social housing， 起碼仲有現金流還佢嘅貸款，同埋唔使擲住晒一大筆資金。如果你只諗住做一樣嘢，就往最好嘅結果去諗，市場有咩變化嘅時候，就會突然之間冇晒方向，會做錯決定。所以其實要一個好詳盡嘅計劃，同埋要有足夠嘅心理承受壓力，做物業投資或者開發，你先可以走得遠。因為坊間我實在聽到太多所謂嘅物業專家講到佢每次做唔同嘅 project 都可以賺到錢。如果你信一個稍為有啲年資嘅投資者或者開發商，佢次次都係賺緊嘅，冇蝕錢嘅，我絕對可以擔保呢個人肯定係吹水。稍為好似有啲資歷都知道，有啲嘢係你控制唔到，市場環境或者你嘅 contractor 或者物料成本，好多時就係計錯數。但係點樣喺失敗之中爬返起身之後再向前，呢個先係一個重點，而唔係 sell 一個夢想畀一啲新手去玩一啲好複雜嘅物業投資策略，
最嬲尾就搞到一鋪清袋。我自己做咗呢6年嘅生意，其實都有好多香港朋友同我講過，佢大拿100萬就係因為唔信一個所謂嘅 sourcing agent 幫佢揾嘅專業團隊，最嬲尾就係搞到爛尾。所以我真係好衷心希望大家要有足夠嘅智慧同埋分析能力。如果有啲嘢講得 too good to be true， 或者係覺得係完全冇風險嘅，嗰樣嘢你一定要去認真考慮，問下啲專家嘅意見先至好投資。英國投資嘅機會其實真係有好多，往往唔需要 FOMO 就去買一個項目嚟搞，因為買返嚟容易啊，中間管理啊，包括係 contractor 啊、professional 啊同埋 exit 啊，其實係好有學問嘅。咁我自己都交咗唔少學費，亦都上咗好多嘅 training 啊、networking event 啊，都係每及時去增加自己對物業同做生意方面嘅知識。係啊，所以喺外國英國賺錢絕對係好難，所有人都講緊啲稅就係咁加，但係其實聰明嘅投資者或者做生意嘅人，佢哋都有一啲方法去幫佢哋合理咁樣慳稅，而唔需要將自己辛辛苦苦賺嘅錢就係俾晒我哋嘅稅局。咁所以大家如果希望我講更加多喺英國做開發、做投資、做生意，記得訂閱。我會以最真實我自己經歷過或者客觀睇到嘅事實，完完整整還原返俾大家。Thank you。